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神的恩典，在这个美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在一起呢，能够领受他的话语。我们呢，古时候有人话，人家会说哈，靠人人会老，靠山呢，然后山会倒。然后以前都教我们说靠自己最好。然后我们呢，每天从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说，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，靠我们自己的财力。然后长大的时候，我们靠我们的学历。然后呢，在这些当中呢，我们发现随着时间、随着环境，我们的所有的所依靠的呢，有的时候都会变成一切会成空。但是呢，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样的能力呢，它是源源不绝的，像活水的泉源，带给我们一生的依靠。我们知道，在罗马书里面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着信，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呢，大有盼望。今天就让我们的盼望呢，一切呢寄托在神，源源不绝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大家呢，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条神赐给我们的满有能力。来，大家请跟我们一起拍手，谢谢，感谢神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永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宣告在我里面。
请坐下。是的，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满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！12月是圣诞月，也是圣婴诞生的日子。神因着爱世人，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，降生在卑微的伯利恒马槽里，使伯利恒成为那荣耀的城。也因着耶稣的降生，带给世人极大的盼望。这时候，我们来唱这一首极优美的圣诞诗《小伯利恒》。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够称为你神儿女的权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孩子们再一次的感谢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是的，在地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。让我们再一次，我们用敬虔的心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：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救恩。我们再唱一次《小伯利恒》。让我们在黑暗中可以得见光明。当我们伤心绝望的时候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希望。
感谢你，因为有你信实的慈爱，让我们一生中都能够感受神恩典的同在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欢喜来到主你的脚前，我们愿意来敬拜神，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我们来倾听神美好的旨意。主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一切所有的。我们愿意好宝，因为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来唱这一首，在耶稣的脚前。求你对孩子说话，主，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卑微的地方，主，我们也知道你要大大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虽然不足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你的器皿。尤其在这个圣诞月，我们知道这圣诞月并不是只有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我们知道更是大好的喜讯。这美好的讯息要传给所有相信你的人，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火热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火热的心，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神你那美好的讯息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代祷者。在这12月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广传神你的福音，让我们从神得来满满的恩典，让我们愿意与人分享。是的，主，知道这是美好的喜讯。是
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挂虑，因为主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完全相信你，信靠你，因为主是那使我们得救的神，是我们有盼望的神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在耶稣的脚前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我们来跟神说：主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脚前，举起我们祷告的手。是的，主。